上课台湾囡仔的故事，较水。欢迎收看《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》。拄则看到的是1933年台南新报顶面的消息，一位日本美容界真出名的女先生，伫台南公会堂，就是即摆5园举办一个讲习，分享上流行的头鬃型甲化妆的方法。毋知影大家是毋是甲我同款？感觉100年前的生活已经真摩登、真时行。咱顶一集有讲到，1930年代左右，各种西式的潮流甲装塔对日本传入来咱台湾，男性开始穿西米露、绑内裤带。大家做伙斟酌来看这两个词，其实拢是对英语转变做日语，正做台湾人伫日本时代常常使用的名词。其中西米露是因为英国伦敦有一条街仔，号做西米露，遐有足多西服店，拢是照身躯的寸尺来定做的西装。这条街仔的名传到日本了后，就变成做日语的西米露。渐渐成做西装的代名词，传到台湾了后，就是今仔日常常听到的西米露。另外一个字内裤带嘛是同款，其实就是英语的 necktie， 日本人念做内裤带。话讲转来，咱台湾女性100年来的装塔，又阁是安怎演变的？咱就对头来开始介绍。即马世界拢有整理头鬃的所在，找一间家己较惯势的去设倒一个，无论是夹头鬃也是捏头毛，拢会使，实在真方便。但是伫日本时代初期，大部分的台湾女性犹原是留长头毛，也是盘头鬃。平常时若是要修剪，拢是伫厝内请中辈斗相共。而且无同岁数的女性，头鬃型嘛无同。比如讲，若还未出嫁，会留毛水；若是结婚了后，就会绑另外一款头鬃型，叫做牛仔头。若是男性要剃头，会去街仔头找流动性的剃头担，剃头师傅会担一个担行来行去。若是拄着人客要夹头毛，就会停落来。但是日本时代初期，台湾卫生条件真歹，政府为了改善环境卫生，要求袂当继续伫路边剃头，需要有店面。迄时有日本人来台湾开剃头店，将西式现代化的设备引进台湾，嘛影响到台湾女性整理头毛的方式。伫1920年前后，因为政府大力推展女性的基础教育，佮加上严格管理全台湾的卫生，要求讲学校女学生一定爱夹短头鬃，照规定头毛爱夹到耳仔，有的学校甚至要求爱夹到耳仔顶面1公分，后壳的头毛嘛爱剃掉，这就是人在讲的西瓜头。也因为安尼的要求，女性无论敢有继续升学读册，头鬃的维持以整齐为主，头毛的型嘛愈来愈自然。比如讲，有的是将头毛留长，袂阁有毛穗，改做分平绑毛尾啊。迄时台湾有一本流行杂志《小组诺托莫》，介绍各种少女流行的衫仔裤。帽啊，时行的头鬃型。到伫1930年代，女性有机会行入社会，成做职业妇女。穿衫的选择也是头鬃的型，拢是以工课方便为主，所以西式的装塔真受到欢迎。
报纸嘛常常刊登真侪甲头鬃有关系的产品，亲像是西洋头鬃的芳油，类似即卖的定型产品。西方的流行文化传到亚洲，日本发展出融合东洋甲西洋的摩登文化。日本时代的台湾大都市，嘛看会到一寡女性加包脖短发，也是将头毛电复 Q。虽然迄时会当去电头鬃的女性犹原是少数，不过这款的需求渐渐变多，所以愈来愈多女性将加头毛当作职业。在1930年代，男性剃头师傅的人数大约是5900人，但是女性当作职业，敢若400多人左右。随着社会愈来愈开放，开始有台湾女性学习摄导头毛的技术，有人特别去日本学，有的是伫台湾甲日本人学习。渐渐有专门服务女性加头毛甲美容的所在，引进西方的技术，比如讲电头鬃，无阁亲像以早用火炭烧圈仔电头毛。到伫1940年代，因为战争的发生，男性拢受调去战场，剃头毛甲加头鬃的服务，渐渐拢变做女性在做。加上战后环境无好，真侪所在需要重建，专门整理头鬃的所在，嘛变成做家庭剃头店的形式。伫外口洗头、电头毛，无阁再是特殊的消费。一般的民众平常时嘛会当去装塔家己。这集甲大家介绍女性头鬃型的变化，甲女性加入这个职业的演变。后一集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对日本时代开始各种予女性变水的产品。若是无想要漏到精彩的故事，会记得起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婷子，咱后一集再见，拜拜。